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农委会改良场。去年因为疫情停办新社花海节，今年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影响到粮食进口，为着要确保国内种10年的需求，所以这个新社花海节今年过来停办，换来举办规模较小的花摊节。 这个农办的景象，今年恐惊嘛未阁出现。去年疫情停办了，今年又阁拄到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影响粮食的进口。农委会为了确保国内10年的收成，停办新社花海，改由政府的小规模的花摊节来代替。往年都是新社的花海跟新社花坛来共同举办。那今年其实我们觉得规模缩小真的是比较可惜。 地方人士表示讲，新社花海连续停办2冬，对相关店面的影响真大。花海节的停办，恐惊影响到在地消费经济。不过嘛，业者认为危机就是转机。市政府强调讲，有真侪推动新社观光的活动，虽然无花海节，不过游客边境分线，更会当促进新社地方的观光。